蘇振邦書整物理治療師我啱啱放完假翻嚟墨爾本，咁咧就今次會同大家分享咧係脛後肌斷裂同埋足底筋膜炎嘅治療方法。咁咧最先前線嘅治療咧就係你要控制你嗰個嘅體重。如果你太重嘅時候咧，特別咧呢兩個嘅問題會影響你嗰個膝頭哥同埋腳踭嘅，因為佢哋都係愛嚟承起你個體重嘅。咁如果你體重過大嘅話咧，對佢哋嗰個嘅復原咧會有好大嘅影響。咁我今次咧同大家分享我嗰個嘅餐單。咁當然啦，我呢個嘅餐單咧就只係俾大家一個嘅參考嘅啫。冇一個餐單係完美嘅。咁咧你自己咧就要去考慮乜嘢係最適當嘅餐單對你自己。咁其實咧最重要最基本可以幫到你有成功嘅控制你嗰個體重咧，就係要有紀律。咁咧同埋咧食嘢咧就一定要中庸之道，唔好太多，唔好太少，同埋咧有一個均衡嘅營養嘅餐單。蘇振邦書整物理治療師，今日我會介紹俾大家我自己嘅飲食餐單。咁咧我每一日咧通常咧就係朝頭早起身咧就會飲一杯嘅Milo，或者咧係一杯嘅蜜糖。咁樣咧就我仲會喺蜜糖嗰度咧就加一匙羹嘅醋。咁啲醋咧係浸過啲蒜頭嘅，係愛嚟幫助我咧係減低膽固醇嘅。因為我呢啲膽固醇係家族史嚟嘅，所以係冇得控制㗎啦。咁樣咧，仲有咧就係我要食嘅就係膽固醇藥啦。咁我希望可以減一啲。我會係1、3、5日咧就飲一杯蜜糖，2、4、6咧就會飲米露。喺米露嘅時候咧，會加1羹嘅psyllium husk， 咁一啲嘅纖維嘅係幫助去大便嘅。咁另外咧，我個大仔咧就送咗一個嘅水壺俾我。咁咧因為太耐啦，生鏽啦，所以我再嚟咧裝啲滾水咧，就係我冬天洗面嘅時候咧，咁我會倒落去。咁又可以慳翻啲水，因為咧通常你冬天你要開水喉咧，開好耐先至會有熱水嘅。另外咧，我亦都會裝啲熱水喺一個嘅保溫嘅水壺嗰度，咁咧就可以唔使成日煲咁多水。除咗我哋注重自己嘅健康咧，亦都要注重地球嘅健康。下一次咧，我就會介紹我食嘅午餐同晚餐嗰個嘅餐單。